榴莲小姐吗？嗯，我是小金。谢谢啊。榴莲小姐，你对咱们的未来有什么想法吗？那对自己的未来总有规划吧？我连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。这爱情啊，就好比马拉松，就像这条跑道一样，哎，就像他们一样，咱们得保持步调一致，才能维持感情长久。咱们有感情吗？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让你走进我的精神与金钱世界，让你看看我是怎么亲手打拼出咱们的未来的。哎，我可以手把手教你啊。不用了，对自己负责就行了。我给你看个东西吧。来，宝贝儿，你现在就用手机下载这个 APP， 咱不多，先投个1000块钱，接着就是利滚利，雪球越滚越大。哎，我负责买房买车，你就负责度假经费就行，咱们一起为爱的金库添砖加瓦。哥们儿，台词生硬了点。不是，这话说的，我这都是心里话呀。我长得那么像块韭菜吗？早日从良，啊！不是，榴莲小姐，单我买了啊。你再考虑考虑啊。派普小姐，你在那已经蹲了半个小时了。再给我10秒钟，让我享受一下最后的安宁。你是来吃饭的呀，还是来冥想的？啊，太痛苦了！我跟你说，我白天呢要应付我的老板，晚上呢我还要应付那些奇怪的男人。这天下就没有免费的晚餐。饭好啊。嗯。我跟你说，吃饭这种事儿哈，还得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吃的才香。我最爱的面。哎，你跟你那个实习曼怎么样了？我看他家里挺干净的啊，这么多年都没见你这么干净过。你呀，快30岁了，1分钱也没存，留点钱吧。不是你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是不是？我这不想存钱吗？我得有钱存才行啊！都怪我妈，我这还想啃啃老呢，她倒好，比我花的还凶，动不动还管我要钱，说什么啊，我岁数大了，应该要承担一下家里的开销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你的钱啊，我尽快还给你。味道不错啊。你妈呀，那是担心你，怕你更有恃无恐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呀？我给你求婚之前，阿姨跟我说过，她说让咱俩快点结婚，她给你存了一笔钱，当做嫁妆。说他女儿每个月挣1万2，交给他1万，自己只留2000零花。哎呀，张阿姨的女儿前2天戴了条 Tiffany 的项链，她女儿告诉我说是她妈妈送的。哎呀，我这脖子有点空啊，有点空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啊，这个孩子挣的钱也不必全交出来，但是呢，有这份心啊就够了。吃饭吧，就这啊？晚上吃清淡点，有助于思考。我要报警，我吃肉。那正好嘛，警察来了，让警察评评理。都快30岁了，还天天啃老，还好意思说要吃肉？我要告诉警察，我被情人操控了。谁操控得了你啊？脱缰的马，长歪的树。我说你最近怎么总是9点钟就上床睡觉？原来你在闭关修炼。
还拿张阿姨女儿的事来压我，这太阴险了。那我就阴险到底啊！一天不交伙食费，就一天别想吃肉。哪个月没交？是不是记错？上个月和这个月你都没有交，我都记着呢，一清二楚。再仔细看看。你什么时候自己写上去的？我一天吃不到肉，就一天不交伙食费，不算。钱是我的。我的书法作品你好暖啊！啊，谢谢。人好刚，刚无以柔胜之人用术无知，人使气无以理屈之，则天下无难处之人。这是不是少个字儿啊？无以成感之，啊，是少一个。不用费事重写了，反正放家里我一个人看。那个，其实我在后面有注明“落感”字，古代字帖上少了字都会有注明的，还会在字的旁边打3个点，证明这个字是不要的。历代名作作品啊，都是以不完美而完美的，例如王羲之。你还知道王羲之呢？当然了，看来你对王羲之也有所了解。当然啊，王羲之有个妹妹叫王熙凤，后来当了贾宝玉的嫂子。啊，有，我看你这么会聊天，配合你一下。你还挺幽默的啊。对了，你为什么那个我啊？哪个你啊？喜欢。啊，我是因为看你不正常，才点喜欢你的。哦，那你划到我，你也不正常吗？正常多无聊呀，满大街都是正常人，搞艺术的人啊都不正常。哎，我也搞艺术的，哪天切磋切磋？切磋什么都可以。那这顿饭你请吗？当然了，我请，没问题，我请，请客，我请。